主后2022年8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着记得当初的信念。圣经希伯来书第3章，咱来对第7节做伙读到19节。所以照圣经所讲，今仔日恁若听上帝的声，毋通硬心，亲像恁的祖先伫背逆的时，伫旷野试探伊的日。上帝讲，恁的祖先虽然有看到我的作为，因犹原伫遐试探我、考验我40年久，所以我对迄代的人生气，讲因的心失迷，因毋捌我的道路。我伫生气中立誓讲，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赐的安息。兄弟姊妹，恁着注意，才免恁中间有人心邪恶毋信，直到离开永活的上帝。着趁还有迄个叫做今仔日的时，日日三款面，恁中间才免有人受罪恶迷惑，直到硬心。咱若坚守当初的确信到落尾，就诚做基督的同工。圣经安尼讲，今仔日恁若听上帝的声，毋通硬心，亲像恁的祖先伫背逆的时，听见上帝的声，犹佫背逆伊的是甚物人？敢毋是遐个摩西对埃及带出来所有的人？上帝伫迄40年久对甚物人发受气？敢毋是遐个因为犯罪死伫旷野的人？遐个背逆的人以外，上帝减捌对人立誓讲，因袂当进入伊所赐的安息。安尼，因袂当进入安息，是因为因毋信。以上，着记得当初的信念。咱若坚守当初的确信到落尾，就诚做基督的同工。希伯来书作者劝勉迄阵伫困难中信仰受考验的信徒，希望因会坚守当初的确信到落尾。换一句话讲，作者希望因通坚持初心。伫信仰上，这是一件无容易，阁必须要的代志，因为咱常常因为环境变迁、时代改变，掠做爱顺应时代，赶上潮流，煞袂记得当初的确信，失去坚持。台东公东高工是天主教白领会伫台湾东部设立的职业学校，因为培养出真侪国际机能竞赛的冠军选手，真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。伫即几年，公东教堂搁较诚做真侪人到台东旅游热门参观的景点。不日过，伫1960年代，迄间学校煞因为地方官员的期待、学校经费等问题，受迫考虑要转型做五专。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出版的《白领会台湾区会文献选译》第一册，有讲到1962年5月初2日所发生的代志。伫公东高工召开董事会，决议要甲学校升格做五专。县政府甲总主教宜宾也共同向教育部争取即个代志。总主教认为公东高工的校名无介好拼音，伊连3日还是讲袂清楚，
建议甲校名改做治本。另外，伫1966年3月7日，白领会的月会中，工党高工校长王志远神父强烈建议，甲工党高工改做5年制专科学校。王神父认为，这个学校无容易招到好学生，而且学生毕业了后无偌久，阁爱去服役2-3年。若是五专毕业，干焦爱服役1年半，而且这个学校毕业生无容易找到头路，也袂当转来学校做教师。所以，1967年6月14日，白领会为工党高工转由升格五专成立一个小组。总是最后，工党高工并无改名，也无升格做五专，要用这个学校姿态，伫台东培育木工、机工、建筑制度等专业技术人才。为什么董事会通过？校长强烈建议，甚至成立小组讨论怎样进行升格。工党高工到最后也维持做职业学校的。小组成员之一的黄清泰长老回忆，这边神父甲白领会的神父修士经过讨论后，对学校升格做五专感觉无平安。原本设立这个学校是期待借职业技术培育原住民蓝领人才，改善因的经济。假使升格做五专，伫升学竞争下面，原住民学生就减少机会来就读受训练。最后，白领会的神父和修士决定维持当初的确信，继续训练蓝领阶级，所以才有大受国际注目的工党高工继续培育优秀专业人才。无论安怎，咱的确要记得当初的确信。默想，我当初成做基督徒的信念，也是感动，是毋是还伫咧？迄是甚物？我当初成做基督徒的信念，也是感动，是毋是还存在？迄是甚物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无论伫甚物时刻，拢会当坚持当初的信念，确信无受利益骗利，也无因为困难就累志。我要倚靠你，信从你，重新得到开力，坚持所着坚持的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